认定会更简单，让这心更乱。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。让剩下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的光年外。多少年你，多少遍你，多少错情，多少歉意。过去了就不再介意，整个放心里把痛苦伤的全都忘记。让我欢迎邓紫棋。谢谢。哇，我没想到呢，我第2次当你们嘉宾，可是我还是好紧张。紧张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紧张什么，紧张到我现在耳机不知道去哪了。没有的话就去那个商店再买一个就好了。我耳机在后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飞回来前面？你要我帮你带吗？也可以啊。红色那边是右边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专业歌手。哎，我第1次唱歌唱到耳机飞去后面找不回来。啊，邓紫棋最近呢刚刚发行了。谢谢。哇，我没想到呢，我第2次当你们嘉宾，可是我还是好紧张。紧张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紧张什么，紧张到我现在耳机不知道去哪了。没有的话就去那个商店再买一个就好了。我耳机在后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飞回来前面？你要我帮你带吗？也可以啊。红色那边是右边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专业歌手。哎，我第1次唱歌唱到耳机飞去后面找不回来。啊，邓紫棋最近呢刚刚发行了睽违已久的新专辑，全部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嘛。对，其实我创作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看你的歌词。哦。我家里买了一本，就是，哎，我不知道是正版还是盗版哎，就你不用在这边说出来好吗？你是不是出了一本就是你的歌词集呀？哦，对。啊，那是正版的。正版的啦，对，正版的。没关系，你如果盗版的话，我帮你签个名，升级成正版。好啊，只有你有。好的。对，邓紫棋的歌我很喜欢啊，然后前一阵子那个句号。好。对，然后最近又有那个什么摩天动物园。摩天动物园12月27号专辑就要发行了。哦，你对着大家说啊。对，大家可以去买正版，谢谢。如果买到盗版的呢？我帮他们签个名，升级成正版。升级成正版。